大家问千万二，逐工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咱知讲语言常常用的一寡连接词，甲两句话相接起来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就是其中一个字，这字就是曲，读科约曲第四条。曲伫咱语言的意思，代表是颠倒安怎？就一句话讲，是亲非是亲，非亲却是亲，这意思是讲亲人不如朋友。另外，曲嘛会当讲是表达一件代志有条件或者是确定的意思，会当讲是颠倒较安怎？像讲去却有去，总是随转来。咱即卖讲去是有去，也毋过就随倒转来。另外，这个曲嘛有拒绝的意思，咱讲退曲，嘛会当直接讲曲安怎？像讲若受毋到，就曲意，就是讲爱拒绝意。另外，曲下代表是退回，曲是安怎？意思就是总是安怎，代表一项代志的结局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曲是安怎，意思就是说安怎，颠倒是安怎，代表颠倒变的意思。譬如讲，我无闲假下苦鸡卖分火，煮好了后曲是医生食。第二个词读做曲其言，意思嘛是共款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合做伙。譬如讲，爸母替伊烦恼到要死，伊确实无要无紧。爸母伫厝内等伊，伊曲其然走出去耍到足暗才倒转去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曲第四条，提供给观众朋友来参考。